草台规台湾来行透透，休早会当来到台北市立动物园来行搭，因为台北市立动物园头尾用13年的时间开3亿9千万，做一个热带护林区，今日正式对外开放。咱台视新闻特别先带大家来看卖，上主要这个建筑物就是纳履馆，悬24公尺，一半伫咧室外，还佫一半伫咧外口，内底动物拢会当自由活动。保育人员有一点仔头壳摸咧烧，因为其中一只树懒，才拄搬起大，就家己爬去20多公尺的所在，上悬的所在，伫顶面3天才甘愿落来食饭，互保育人员看了到地，感觉也好气也好啼。两只母亲特别的高山啊，伫树仔顶上，因是保育类的动物，面头冠高，摇头起来看，佫有母真水的鸟啊，位顶的飞过，行伫步道顶的，就亲像来到热带的树林同款。台北市立动物园开3.9亿，用13年的时间起这个热带雨林区，完工了后，头一届出现伫镜头前，克服了环境差异分析，克服了水保的问题。新开幕的热带雨林区9号正式开放，予民众参观。主要的建筑物纳履馆，嘛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用纳履的造型打造的建筑物，有24公尺高，顶的大网仔，住伫内底动物拢会当四界走。不过对保育员来讲，嘛造成一寡问题。二指树它就爬到那个杆子，然后它就自己咚咚咚，它就想办法到最上面，花了3天才自己慢慢的降低，然后我们的同事就可以提供它食物。爱爬悬，不过动作煞真慢，互保育员实在无伊的法。热带雨林区的动物面试唔有手拖，搁有伫日本真红的水豚菌嘛，总算出现伫台湾的动物园啊。要比古水马来貘嘛袂较输，一半白一半乌，生做大颗大颗。另外，搁面头冠高，坐咧等保育员互伊饲料。乌冠碰子高嘛，伫咧树仔顶晒日头，大只拢足古水的。为着互新来的动物带了的关系，动物园搁为因安水务设备，乃当降温，乃当打造热带树林湿度。通道并不是非常的宽阔，因为我们希望有3度立体空间的设计。新的馆逐天限制19200人入去参观，每10分钟开放予400人入去。为着较好管理，初期嘛安排工作人员伫内底指挥带路。动物园的热带雨林区手伫歇热开幕，就惊的人伤济，民众排队入场，恐惊的嘛爱靠耐心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